Hello， 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嚟到看輕中醫孤立唔明系列。今日我哋要講一個好重要但又唔容易理解嘅症狀——尖瘀。其實呢，尖瘀就係我哋中醫裡面描述神志不清、胡言亂語嘅一個狀況，喺臨床上幾常見，尤其係某啲熱症嚴重嘅時候。你試想像下，有人突然之間說話亂七八糟，仲不自知係講緊咩？好似腦袋入面一片迷糊一樣。呢啲都唔係單單係精神病咁簡單，背後其實有好多中醫講嘅症。我哋會根據唔同嘅病因同症型來制定相應嘅辨證治療。平時我哋都會傾一啲日常生活中遇到嘅問題啦，好似今次尖瘀呢個問題，唔單止喺醫院見得到，喺日常生活入面，我哋聽到老人或者病人突然講啲奇怪嘅嘢，或者情緒激動，其實都可能係尖瘀嘅表現。唔少人可能會奇怪，點解會咁呢？係唔係精神病呢？其實中醫裏面呢，就係一句熱引起嘅邪氣大作，形成熱症或熱毒。咁我哋就要辨清究竟係咩症先，好似醫生診斷一樣，唔可以一概而論。喺臨床上，尖瘀同其他語言障礙如錯語、狂語、鄭聲，好明顯係唔一樣嘅。錯語就係意識清醒，只係講啲錯亂咗嘅詞語；狂語係邪熱亢盛，係狂叫或者不停嬉笑。鄭聲多見於重症期，低聲、昏沉、神志模糊，呢啲都唔同，要我哋細心分辨。咁我哋今次就用一啲經典講嘅辨證思路，幫大家理解尖瘀係點樣分型。第一，陽明熱盛，呢個係最常見，喺熱病盛到極時，蛇熱喺全身泛動嘅時候出現，好似好熱、面紅、口渴、汗多、氣粗、短赤、小便黃色硬熱、舌紅苔黃、脈洪大，呢啲就係陽明熱旺嘅典型表現。第二，陽明附實，呢個就係你食咗嘢唔舒服，出現粵語伴隨胸口熱、大便秘結、腹部堅痛、舌苔黃厚乾燥或者黑焦焦、脈沉實。第三，就係熱毒熏蒸，可能喺感染病毒或者火毒炎盛嘅情況下出現，頭面都燥熱，甚至發疹、裝瘡腫或下痢膿血或絞腸痛絕，跟住仲有濕熱內生、熱入心型、血熏熱、痰火上擾、瘀血衝心等等，每一個症型都係我哋辨證嘅重點，原因表現都唔同。你話知唔知？原來粵語唔係一樣嘅熱症就可以一齊睇，唔可以亂用藥。喺治療方面啦，中醫都係針對唔同症型用相應嘅方劑，例如陽明熱盛時，我哋會用白虎湯。呢個係清熱生津嘅經典方，啱晒熱盛、刺盛造成嘅尖瘀。而陽明苦實就用大承氣湯排熱通腑，解決便秘硬嘅問題。如果係熱毒熏蒸，推薦用清溫敗毒飲，能解熱毒、清病毒。熱入心型就用清營湯，血熏熱嘛就專用西國地黃湯，痰火就可以用清氣化痰丸。血瘀就有桃核承氣湯，陰盛格陽就用破陰回陽嘅方劑通脈四逆湯。嚴重嘅陰厥陽脫，我哋會用參附湯嚟回陽救逆。去到呢度，或者你會問，如果我呢種症狀發生喺自己身上或者家人身上，我應該點樣做呢？答案就係一定要與專業中醫師確診，唔好自己亂嚟，千祈唔好亂用藥或者亂擺醫療方法，因為尖瘀唔一定係熱症。如果用錯咗方法，反而會出事。講到尾，我想話喺依家疫情仍在嘅情況下，熱毒熏蒸、病毒感染都係引起尖瘀嘅一個原因。大家平時一定要注意健康生活，遇到唔似平常嘅精神狀況，要及早就醫，唔好唔理佢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對尖瘀呢個症狀多啲了解啦。記住，認清症型，加上合理用藥，絕對可以幫助病人早日康復。呢啲都係中醫重要嘅診療技巧呀。如果你鍾意我今次嘅分享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、點讚同分享。咁我下次再嚟，仲有好多中醫知識等你哋一齊嚟學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